你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商品資料嘅新增如何操作。首先，用 admin 密碼進入此版面之後，按下商品資料，隨便按下一個商品資料，按下複製，輸入相應嘅產品條碼。喺呢個動作，大家最好用條碼槍輸入，然後輸入相關嘅名字。下邊這個部分請輸入重複嘅商品資料名稱，複製就可以啦。然後輸入相關嘅入貨價、零售價。大類別請將新增嘅產品歸類屬於邊一個新增嘅類別就可以。小類別呢個位置，如果係零售版面嘅用戶，大可以唔需要理會。銷售狀態請注意係咪在售嘅位置。如果寫住停售或者暫停呢，呢個產品呢，就算就做唔到出嚟，大家就睇唔到噶啦。呢一度我哋就要睇下服務呢個位置要留意，因為如果當呢個產品按下服務鍵，咁呢個產品無論係佢賣幾多次，呢一個產品將唔會計庫存。通常我哋呢一個呢係會作為一個運費嘅服務，又或者係一啲特別客人要求公司要做嘅一啲服務，但係呢一個服務本身呢係並沒有庫存可以計算嘅。例如膠袋啦，例如一啲手作嘅服務啦，或者係一啲包裝嘅費用啦，運費呢啲我哋都會按下服務。咁如果係普通一啲商品係需要計庫存嘅，呢個位置就唔可以按下。然後按下相關嘅保存掣，呢個產品就新增咗成功㗎啦。好，我而家試一次。好，按下保存。然後我哋喺個人護理上面呢，我哋就會見到呢一個產品新增產品，然後輸入相關嘅條碼。我哋就會見到呢個 item test 剛剛輸入嘅數量賣係1，售價係10，庫存係0。咁呢個產品就已經做咗啦。如果你唔想輸入條碼嚟查，可以按下個人護理，就會見到 test 呢個產品。好，多謝大家。